我哋係珠灣聯盟，歡迎光臨。旅程嚟到第2日，我同青蛙媽媽一早起身食咗個豐富嘅早餐。今朝8點半就已經出發，因為今日嘅行程都好豐富，直頭係由朝玩到晚啊！而家坐緊嘅呢一程車係成個旅程最長嘅一程，需時大概1個半小時。由於一陣間參觀嘅景點係全露天嘅關係，所以導遊提前喺車上面講解斗笠嘅用途同埋派發俾我哋啊！話口未完就到達今日嘅第一個景點美山聖地。呢個景點係世界文化遺產嚟㗎，唔好以為入咗場你就可以即時參觀，我哋仲要穿過呢一條橋，去到影片左手邊嘅車站，轉乘前方綠色嘅接駁車，坐大概5分鐘嘅車程，到達咗落車處之後，再喺烈日當空之下步行大概10分鐘左右，就真真正正到達有越南小吳哥之稱嘅美山聖地啦。其實呢個景點可以參觀嘅地方唔多，因為遺址處於一個只有2公里寬嘅山谷入面，再加上喺越戰期間遭受到嚴重破壞，幸免於難嘅就剩返20幾座。講咗咁耐，究竟美山聖地係啲咩呢？其實呢度係占婆歷任國王舉行宗教儀式嘅場所，亦都係皇室同埋民族英雄嘅埋葬地。由公元4世紀開始，每位在位嘅國王都會興建一座崇拜印度教濕婆神嘅寺廟。喺10個世紀期間，一共興建咗72座。所以我哋嚟到呢個景點，主要係睇用紅磚建造而成嘅廟同埋塔。至於參觀嘅時候要點樣分辨廟或者塔，就要睇有冇窗啊。有窗嘅話就係塔，無窗嘅話就係廟。眼前嘅遺跡已經超過1000年，但係當中荒廢咗超過500年，直到法國攻打越南先至被發現。但係我哋而家睇到嘅石像，好多磚都出現咗唔完整或者斷頭嘅情況，據說喺殖民期間被法國人帶走咗，而家散落喺啲收藏家或者博物館入面。呢啲磚牆超過1000年歷史，依然歷久不衰。好多歐洲人，特別係意大利人，不斷研究呢啲石磚嘅物質，想模仿到而家都做唔到。所以呢度絕對係越南嘅重要文化遺產。雖然話呢度有越南小吳哥之稱，但其實呢度比起吳哥窟12世紀先至興建嘅歷史更加悠久，只不過規模相對上嚟講就真係細好多啦。左手邊嘅照片係我10幾年前喺吳哥窟影㗎。簡單做個對比，大家又覺得似唔似呢？喺美山聖地，我哋逗留咗2個鐘頭之後就離開，準備坐1個鐘頭嘅車程去食午飯。行車途中就到咗每次跟越南團必定會出現嘅試食環節，亦即係手信時間啦。今次有黑椒炸肉、圓肉同埋腰果，仲有貓屎咖啡。落咗旅遊巴，我哋仲要轉搭接駁車入餐廳，大概幾分鐘嘅車程就會到達㗎啦。導遊話呢一間餐廳係屬於較為高級嘅類別，喺外國都曾經有報道過。由於餐廳嘅環境幾靚，導遊仲提醒我哋食飽飯記得要行下間餐廳，順便打埋卡啊。至於餐廳嘅食物款式以精緻為主，個人覺得味道就不過不失啦。而餐廳嘅消費都偏貴，我同媽咪嗌咗1人1個椰青，要85000蚊越南盾一個，即係港紙25蚊左右啦。成餐飯最特別嘅係，當青蛙媽媽洗完手返嚟準備開飯，帶咗餐廳隻狗狗嚟陪食飯啊！食飽飯，我哋坐咗30分鐘嘅車程嚟到今日嘅第2個景點五行山。參觀呢個景點，我哋先要搭眼前見到嘅呢一座升降機上到山腰，再行大概100級嘅樓梯去我哋嘅目的地。搭乘呢部升降機係需要購買門票，但係我哋跟團嘅話就已經包咗，最緊要保管好張門票，回程嘅時候用就得㗎啦。五行山其實係由5座獨立聳立嘅石灰岩山峰組成，分別對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行。而我哋今次參觀嘅就係五行山山脈最北端嘅山峰，亦都係最靚嘅山峰，
水山。遊覽水山一般分為兩條路線，一條係西門，有156級樓梯通往三太子；另一條係東門，有108級嘅樓梯通往靈應寺。日出 lift 就會有一條短短嘅步道，望向左手邊就可以影埋其餘嘅4座山峰，當中最大座嘅就係木山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時出發爬樓梯先。沿途所行嘅樓梯都幾凹凸不平，而且高低不定，建議參觀當日着返對波鞋會行得輕鬆啲。喺前往目的地嘅途中，我哋會穿過一道石磚拱門，而呢道門上面充滿住子彈窿，咁係因為喺美國帝國主義戰爭期間，美國曾經出動到陸軍同埋空軍包圍住整座水山。而家所見到密密麻麻嘅子彈窿就係當時駁火所形成，係戰爭所遺留嘅痕跡。跟住我哋就繼續向前行，經過埋呢條路就會到達我哋喺水山參觀嘅唯一一個景點元兇洞。呢個景點我哋主要係參觀鐘乳石洞，而入口處就喺佛像旁邊嘅呢個位置。通往元兇洞嘅路都頗為昏暗，需要落大概20零級嘅樓梯，行嘅期間會不停遇到滴水，所以梯級嘅地面都會比較濕滑，記得行嘅時候要小心，唔好跣親啊！而喺樓梯嘅下方兩側各安放咗2尊佛像，係洞穴嘅4位守護神。洞穴盡頭上方安放咗一尊3公尺高嘅釋迦牟尼佛像，下方係一座供奉地藏菩薩嘅佛壇。洞頂到地面高大概16公尺，洞頂透過天然開口同外界相連，令光線同埋空氣得以進入。洞穴嘅旁邊仲有一座迷你嘅小古廟，名為莊嚴寺。元兇洞雖然唔大，可以參觀嘅嘢可以話係一眼就睇晒，但係五行山同山茶半島一樣，都係越南嘅佛教聖地之一，值得到此一遊啊！離開咗五行山，我哋就坐大概20分鐘嘅車程，嚟到奧黛表演嘅場地。我哋即將睇嘅表演係一個自費項目，價格係250蚊港幣一個人。表演嘅時間大概係60分鐘，全程係唔可以攝錄嘅。不過完場之後就可以同表演者影返張合照，其中一位表演者嘅心口仲掛咗香港嘅區旗啊！畫風一轉，我哋就嚟到食晚飯嘅餐廳。今晚我哋係食海鮮蒸汽粥底火鍋啊！不過呢一餐由於領隊同店員溝通不足，導致分餸唔平均，搞到我同媽咪2個都食唔飽啊！食完晚飯，我哋返酒店休息咗1個鐘頭，就嚟到今日最後一個自費項目——粵式熱石全身按摩。費用係280蚊港紙一個人，全個按摩服務大概1個半鐘頭。按摩完仲有熱茶同埋小食提供。返酒店嘅途中，導遊仲派發每人1件法包俾我哋做宵夜。今集就暫告一段落，下一集將會有更豐富嘅行程，記得唔好錯過啦！多謝你睇到最後啊！如果中意我哋嘅製作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。如果中意呢段片，就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，拜拜。